这当然就是诬告。所以今天国民党委托律师3位来到台北地检署，我们要控告苏家全跟苏正清告。我早就知道外交部不会公布电文，因为外交部怎么会有这个胆子？民进党是何许政府？如果外交部敢公布电文，民进党会用什么方式来清算追杀啊？所以为什么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扛起压力要把这个电文公布？因为我直接告诉大家，我就是在等苏家全跟我们的苏正清对我提告，因为罗志强我们没有能力去跟外交部要求他交出电文，但是法院可以，所以我也感谢苏家全、苏正清今天提告，因为你的提告，我们也可以进到法院去要求法院把这个电文交出来。这个电文列为机密，成为所谓的一些个别私利者的一个保护伞，不见天日。我们没有别的管道让它见天日，所以进到法院让它见天日。而今天，我们也要为了感谢苏家全跟苏正清的提告，所以呢，我要告诉你，《自由时报》已经说电文为真，那你还要硬说它是不实？那很简单，我们今天就委托律师来控告提告。